九龍灣 Megabucks 唐公館飲下午茶。港鐵九龍灣站尾出口出，行過去 Megabucks 有啲遠，我哋就搭免費穿梭巴士過去。九龍灣站尾出口出，出站後轉右搭電梯入德福廣場，上一層後向前行。馬莎隔離有條樓梯，上樓梯出商場。出商場後向前行，見到 OK 便利店後，轉左向前行。去到街口過馬路，過馬路後向前行。行2-3分鐘就去到搭穿梭巴士站。去到 Megabucks， 落車就見到電梯大堂，搭 lift 上9樓。再轉 lift 上13樓就到酒樓啦。星期1至5下午茶2點至3點半，茶錢15蚊。正價點心小點30蚊，中點41蚊，大點47蚊，特點57蚊，精點63蚊。下午茶點心半價。下午茶果條16個8，粉麵飯68蚊起，粥及湯粉麵38蚊。下午茶南翔小籠包3件，半價後19蚊，充滿湯汁，唔錯。流沙奶黃包3件，半價後20個半，包皮鬆軟，好香奶黃味，好食。老菜脯潮州粉果3件，半價後15蚊，比較細隻，菜脯唔太鹹，味道 OK， 幾好。XO 醬煎腸粉冇半價38蚊，XO 醬味道比較淡，似豉油黃炒腸粉都係好食嘅。今餐貴咗少少，埋單134蚊。